大家好，唔知大家有冇試過一去到醫院淨係排隊登記俾錢，再周圍撲去揾轉介信揾報告，忙到唔知自己喺邊個部門出嚟呢？近排政府加大馬力宣傳醫健通，就連清姐朝朝都喺收音機幫佢哋賣晒廣告。咁我哋就嚟傾下香港醫療界嘅兩大神 App HA Go 同醫健通，睇下佢哋有幾巴閉，點樣幫你攞翻個主場，做翻自己健康嘅 boss。哇！見到呢個畫面，係咪即刻打個冷震，回憶翻晒嚟呢？喺醫療系統入邊嗰種無助感，大家都懂。但如果我話你知，其實解藥一早已經喺你褲袋部手機入邊，係咪即刻覺得充滿希望先？成日有人問我兩個 app 到底有咩分別啊？其實有個好正嘅比喻，你可以當 HA Go 係你喺公立醫院嘅 VIP Fast Pass 快速通行證，行路都帶風；而醫健通呢，佢就係你本終身健康 passport 護照，無論公立定私家，佢都跟足你一世。OK， 首先睇一張快速通行證 HA Go， 我哋跟住陳生嘅腳步實測一下，有咗呢個 app 去公立醫院睇醫生可以幾快速。記住個名先 HA Go， 全名係 Hospital Authority Go， 名副其實，佢係醫管局親生仔，專門服侍公立醫院嘅各位用家。你睇下陳生，成個 flow 順到不得了 ，app 預約、手機報到、俾錢，完全 skip 晒櫃台排隊嗰 part。最正係可以 live 睇住叫號同藥房籌號，唔使坐喺度發呆，連病假紙都電子化埋。以前嗰種唔知等到幾時嘅絕望感，拜拜啦！仲有啊 HA Go 唔止係登記咁簡單，佢有個超貼心嘅照顧者模式，一部機幫屋企老人家小朋友搞掂預約俾錢，簡直係神隊友，連驗身報告、復康運動都有齊。佢根本就係你喺公立醫院嘅全能大管家。講完公立醫院將 Fast Pass， 接落嚟要睇格局更大嘅健康 Passport 醫健通。醫健通最犀利嘅地方係佢嘅大格局，佢唔只管公立，目標係全香港公私營通殺。佢要幫你建立一本跟足一世嘅健康履歷，你去到邊，記錄就去到邊。睇下呢個數字，超過600萬人登記，即係全港80%人口都用緊。呢個代表乜嘢？佢已經唔係一個普通 app， 而係城市級嘅健康 infrastructure 基建嚟㗎。咁呢本 passport 入邊有咩寶藏？哇，應有盡有，由敏感史、食藥記錄到各種報告、打針記錄，你想得起嘅都有。即係話，將來你睇新醫生，只要你 say yes 授權，醫生即刻對你嘅底。我意思係健康狀況一清二楚。好啦，重點嚟啦，一個管公立流程，一個管全港記錄，佢哋兩個點樣 crossover 呢？呢度先係成個系統最強大、最 magic 嘅地方。陳生有出場啦。假設佢想轉睇私家專科醫生，問題嚟啦，佢以前啲病歷全部鎖晒喺公立醫院喎，新醫生點知佢咩事？呢個就係傳說中嘅資訊孤島 information silo。以前最頭痛就係呢樣，解決方案就喺度。第一步，自動化。陳生喺公立醫院經 HA Go 處理嘅資料，會自動升去醫健通個大 database 度，完全唔使自己動手搬 data， 爽唔爽？第二步，亦係最重要嘅，就係你嘅 consent。如果冇陳生點頭，天王老子都睇唔到佢啲資料。當佢授權俾私家醫生，醫生先可以 unlock 個系統。私隱安全絕對係 top priority。跟住神奇嘅事發生啦，私家醫生眼前唔再係一片空白，而係一份完整跨越公私營嘅健康史。咁樣唔止避免重複檢查，診斷仲可以更加精準、更加安全。你睇成件事串連埋一齊，真係 win-win， 病人慳錢、慳時間，醫療質素 level up， 最重要係條鎖匙喺你自己手上。以為咁就完？未啊！政府仲有個大 project 叫醫健通加 eHealth Plus， 準備將成個系統再升級。呢個加號加喺邊？目標係令醫健通唔只係一個數據庫，而係變成香港醫療系統嘅大腦，將所有流程同服務聯合埋一齊。簡單講有4大方向：病歷更齊全，跨系統睇醫生更順暢，將醫健通 App 變成你唯一嘅健康平台。
將來大數據仲可以幫手做醫學研究，個 vision 真係好宏大。講咗咁多，不如用最開頭個比喻做個 wrap up。記住 HA Go 係你張 Fast Pass， 幫你搞掂公立醫院流程。醫健通係你本健康護照，記載你一世嘅健康故事。睇埋呢張表就一清二楚。一個係醫管局出品本公立流程，一個係政府開發本全港紀錄，一個負責做嘢 Excel， 一個負責記嘢 data， 兩者缺一不可，簡直係 perfect match。哇！當健康資料變得咁透明、咁互通，一股前所未有嘅力量已經交咗俾你。依家問題唔再係呢啲 app 有咩用，而係你打算點樣用呢啲工具去 take control 你嘅健康人生呢？各位老友記，如果你哋仲未開始用呢兩個 app， 就快啲 scan QR code 下載啦。想知道佢哋點樣操作，醫管局同埋醫健通分別做咗簡單易學嘅 YouTube 教學視頻，你可以 scan QR code 或者輸入連結揾到。如果大家鍾意呢個視頻，請你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記得撳個鐘仔，有新片就會通知你，俾啲鼓勵我，等我繼續做多啲有資訊性嘅視頻分享俾大家。多謝收睇，拜拜。